让民众可以知道我们这个再生水的一个重要性。那所以呢，我们再生水总共呢有3层楼了啊。那只要你进到这个里面来，就可以从再生水是如何产生的，从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开始啊，我们的生活污水，到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的洗澡那些洗衣服的这些污水，通通经过水资源回收中心，再经过我们的再生水厂的精制，那就会变成一个再生水。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环教馆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境教育的一个功能。我们还有就是增设这个 VR 系统，它里面有就是水滴历险，从我们污水处理厂到再生水厂的一个处理过程里面，它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变化。那另外搭配台湾400年的话，我们有额外增设一个就是八田鱼的这个农业灌溉的这个故事，也在我们这个影片里面。台湾400年里面有提到的这个互动的小游戏，它的一个历史背景故事，我们是把它设定在这边。那它是一个触控式的一个萤幕，可以了解到台江的历史文化跟我们这边运河的一个文史的一个关系。那这边就是我们模拟我们整个再生水处理流程的设施，把它做一个模型化，然后依照它的处理流程的顺序，把它排列在这边。那我们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讲解，让民众知道说什么流程、什么设施，它的处理标的物是什么。那后面就会有我们里面的滤芯跟薄膜，可以让民众来做检视。星期2到星期天的时间，然后周一休馆，然后每天2个时段，一个是上午10点到12点，然后一个是下午2点到4点。那未来的时间的话，就是星期1到星期5，星期6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不定期的时间来做开放。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剪彩，台南市安平再生水厂环教中心正式开幕。其实我们知道水是非常稀缺的资源，所以呢，我们对于台湾来讲，虽然大家感觉一直在下雨，但是因为水都不容易保存，而且台湾也被列为世界各国中间缺水的地区之一，所以说我们如何珍惜水资源是很重要的。在安平再生水厂，非常感谢前瞻计划的水环境里面的这个水资源再生计划，能够让安平再生水厂能够完整的设施，然后能够回收每天可以提供6000吨以上的水，再生水。那未来还要持续扩充到2万吨。那在教育上，环境教育上，我们将来台南市政府也会将再生水厂的这个环境教育善加利用，能够让我们的国中、国小还有一些同学，他们能够在做校外教学以及环境教学的时候，要来到我们这个再生水这个教育场，能够让我们下一代能够养成爱水节水的习惯，也期待水环境教育馆的开设，能够让我们台南市的学生以及市民朋友们能够得到更多的科普，以及水环境的这个用水资源的这个教育，以及得到更多的知识跟尝试。溃堤的原因，这是人祸，这个不是天灾，用司法来厘清真相。提出爆花放弃的相片以控诉，立委食农界服务处想要向市府了解凯美丰台八中溪放花是倒一个单位的责任，线方拒绝。谢龙介立委服务处跟政府台南市政府要求相关的资料，他们并不要提供给我们，都用推脱。互推皮球，说不是他们做的工程。明明甲八中溪相隔几若公里，后壁地心里线引水2公，因的悬度平均120公分到2公尺，就有居民发现当地树大牌有长达20-30公尺的爆花放弃，怀疑是工程结构有问题。整个都没有绑钢筋，直接是被水柱冲断的，切得整整齐齐。所以这个就是让人家很大
当初为什么政府在做大牌的时候，你会是这种施作方式？这个是让人家很质疑。所以是设计不良呢，还是相关单位应该要出来说明白？另外，针对这摆风台农地一甲地只补助4000块，服务处已经发文农业部，希望比照旱灾补助。另外，厝内财损的部分，中央价地方只有补助35000块，希望会当争取分级补助。50公分、75公分、100公分，甚至到120、150公分，是不是可以分级补助给这些灾民？那最后会体的部分，我想检调单位去调查出是不是有相关单位设计缺失。农作物甲财务损失严重，立委嘉良解服务处提告相关单位涉嫌贪污、刑法荒废职务等罪，希望会当请检察官查明，替民众发声，争取应有的权益。台南新闻综合报道。进前凯米风台造成台南市37区的雨量超过排水设施的设计标准。立法委员陈廷辉除了会同水利单位前往灾区来勘查，了解地灾的原因，配合下午，更加邀集中央水利署、第6河川分署、甲着市府干部、水利等单位，甲北区、安南区的里长座谈，面对面来沟通，针对较大范围的淹水部分，希望会用找出解决的办法。这一次我们是把安南区跟北区，也就是说有部分可能还有一些零星必须来加强的部分，包括闸门，包括抽水站，因为我们现在也是陆续，包括土城抽水站现在也要做了。那土城抽水站它可能面临的就是过去的灌溉箱涵跟我们的灌溉排水，到底这当中该怎么去处理？还有海淀路整个淹水状态，还有我们这个安中路的部分，因为现在也要在年底之前赶快在箱涵的部分来解决安中路跟长溪路，所以这次我们把一些这个有零星淹水的一些里全部在汇集做最后的盘整。大的部分包括我们安中抽水站，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已经在进行当中，那陆续也都会做解决。那其他的里到底有哪些欠缺，我们在这一次做盘检，那其实都比之前淹水的面积都缩小很多。可是我们还是认为淹水就是不行。我们就希望能够透过很多的一些排水滞洪的一个状态来给改观，这个是咱的重点。会长陈廷辉表示，在过去长期争取安南区甲北区整体治水规划工程，确实在这届凯米风台淹水的范围有来减少。这次透过召开安南区甲北区治水总检讨的座谈，希望会用汇集基层的意见。加强治水工程，搁再来升级。至于经费的问题，水利署嘛表示会编列每年的预算，协助地方来完成。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是台湾重要的文旦产地，离满岛文旦因为栽种环境甲农民丰富经验，早在顶港出名，下港有名声，同时嘛积极的拼外销。现在正是文旦的产季，知名电视顾问已经连续6档指定台南文旦涨价销售。而其中一天来推销各种的农特产，嘛已经高达12摆。伫8号之间的直播，结果20栋的老张文旦，伫40分钟内就卖完。这边也教大家一个小撇步，提早买放家里，然后送。那这个到时候中秋前。那你是可以品尝到最好的麻豆文旦。中秋应景的台南文旦，因为食了健康无负担，伫市场上一直热销，有真好的口碑甲知名度，所以市府嘛呼吁介意文旦的民众，得赶紧预定，避免吃无。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石头纸是一种汇集矿山石下卡料所做的创新环保材料，甲传统木浆所做的纸比较起来，因为防水、防油、耐操，会当有效保护包装，加上毋免臭树啊，完全应下环保责任减碳，所以诞生以后带动全球绿色革命，嘛互生产这项材料伫台南山上的台湾农盟成为台湾之光。
对此，经济部甲工业技术研究院为了持续为石头纸找出路，特别邀请6位知名工业设计师结合台南大专院校的师生，要将石头纸充分运用。当中有设计实用的石头纸椅仔，唔免惊放弃，坚固耐用。毛应下台南夜市小姐推出各式各样的餐盘，随时拢会当量产，甲大家见面。有的时候我们去参加 party 会，除了食物之外，还有一杯饮料。那我2只手就没得吃了，所以我们就把它结合在一起，就变成是饮料在中间，然后旁边是食物。那我另外1只手还可以食用，或者是跟大家打招呼。新的材料如何运用在咱日常生活来发展新的商业模式，相当使人期待。不管是挂便当、放饮料的提网啊，在家庭当中制作气氛的灯光装饰品，或是将石头纸变成墙顶的相框，唔免用一摆单调包材扩香，拢互人印象深刻。我们把包材变成产品本身的一部分。那它就是一个画框的。那为什么选用石头纸呢？是因为它的相对比起来，它跟其他纸质，它的耐候性更好，然后强度也更强，也不吃水，不亲水。石头纸除了台湾创新的开发，也有高附加价值，因为设计师已经做到将石头纸当作特别工艺入门材料，会当家己动手来学。那我们就可以透过石头纸这样的材料来切入我们如何学习编织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很简单的做成材料包，它就可以去学习你如何编织。那如果想要进阶的时候，我们可以再选择竹材、藤材来做这样子的进阶的使用。该展览对8月10号开始，一直到9月15号，选伫100年的古厝，感受新的科技产物，嘛互人看见新旧融合的水。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6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亲子剧《鱼马》由客家委员会甲纸风车剧团携手合作，改编自文化部长李远的绘本。剧情引有台湾人找出家己历史的过程，透过剧中豪族甲华族的故事，向整族群融下理解甲重要性。台南市政府跟行政院客委会合作，能够把一个年度大戏，年度客家大戏《鱼马》，能够搬到台南市的安义停车场，总共在8月的16、17、18 3天在安义停车场举行我是非常的期待，因为这是一个总统就职典礼的时候的客家大戏，由纸风车剧团来担纲演出。那不仅这个布景造型非常的吸睛，而且剧情更是引人入胜。尤其不管你懂不懂客家话，其实都来听这个客家这个剧，应该都是蛮容易懂的，而且也借着这个机会，能够让许多人对于客家话、对于客语以及客家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所以非常谢谢行政院客委会，也谢谢所有的好朋友，大家一起来参加。在台南7%的客家人，在台湾虽然是比例上是很少，但是其实在这400年的历程当中，客家人是跟随着一起到台南的第一站。所以我们特别在这400的这个时间呢，把这个邀请这个纸风车剧团来到台南，这是彰显在台湾客家的族群跟其他族群一起在这个岛上生活的很重要的起点所以借由这样生活上很平常、很日常的戏剧的演出，融到生活里头，这是让大家互相了解的第一步。那也谢谢台南市政府大力的配合以及帮忙，那把周边的相关的活动一起来展现。鱼马2024巡回首演就选伫咧台南演出，8月16号到18号将伫咧安平安义停车场再来8场演出，而且是完全免费。欢迎市民朋友做伙来看戏，
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远东 Cafe 自助餐厅特别邀请到 Asia 49亚洲料理及酒廊的5星级主厨胡英达客座，为台南的消费大众带来色香味俱全的印尼各州名菜。Indonesia is huge country, so different state is different food. So like Sumatra, normally they are more spicy and more herbs because they are more close to Malaysia. I'm from Java, from capital city, so my taste more sweet and little bit salty. But in Bali, they are more spicy. 胡英达主厨为了这次的印尼美食节，从前菜到甜点都费尽心思，特地带来印尼国菜 Gado Gado、印尼婆婆家乡味温沙拉、微辣滋味的印尼香料人当牛肉、锅气十足的印尼海鲜炒面，以及甜蜜香兰凉粉珍多冰等10多道印尼佳肴。民众只要赶在18日之前，都能在饭店10楼的远东 Cafe 一次品尝到。7日起到8月18号，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我们的印尼籍的师傅来到我们的餐厅做客座。那刚刚师傅也有非常精彩的一个料理的一个介绍。那这个活动只有10天，在这10天的每日的午餐跟晚餐，在我们这个餐厅都会有精彩的菜色轮番供应。除此之外呢，也在这个礼拜六8月10号也即将到来的7夕情人节，那我们的胡英达主厨呢，也为了我们这次的派对池畔的户外派对呢，然后也献上他精选的南洋跟印尼的一些精彩的一个料理哦。因应即将到来的7夕情人节，胡英达客座主厨也将为8月10日在饭店7楼举办的夏日池畔 Party 为宾客提供精选料理。以美食陪伴大家，从蓝天白云一直玩到夕阳微风，让参加派对的消费者享受悠闲的夏日时光。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心房总个的缺损是先天性心脏病的一种，发生的几率大约1500%。因为心房总个出现破孔，造成左右心房的血液互相来流通，无形中影响到囡仔的健康。若无及时来处理，日后可能会出现肺动脉高压、心脏衰竭，或者是心律不整等严重的心脏问题。基比病医科部近年来致力伫咧移动的心导管，现在透过心导管的手术，就会用将心房总个的缺损来关起来。心脏的先天缺损其实是从出生就已经有了，只是有些人的症状并不是非常的明显。所以从出生就有的问题，直到长大以后才发现，在长大的时候发现，就建议还是要处理，以免日后造成不可挽回的一些心脏问题。我们的心导管的技术是在大腿的内侧打2个针，然后利用管子，也就是心导管的方式一路延伸到心脏里面破洞的位置，然后将关闭器摆在它的破洞。那当破洞被关闭器封堵、被塞起来了以后，就把管路移开，身上不会留下任何伤口，只剩下关闭器去把破洞的地方封堵起来。现场2位小朋友今年拢拄满6岁，因为当初伫咧外面的诊所，拢被发现有心杂音，后来转到基比病院检查，拢是心房总个的缺损，后来透过移动的心导管。才顺利将心房总个的缺损来关闭。照超音波时有发现说，他的心脏有一个小洞。那急诊那边的人员是直接安排到陈医师这边，然后做后续的追踪。那结果就发现，这个洞一开始是可能只有0.3、0.4，可是随着他年龄长大之后。也没有自己关闭，对，越来越大，对，就是越来越大这样子。那后面就真的是安排，避免有一些风险在，还是建议我们去做一个开刀的手术。医师表示，随着医疗技术的发达，真侪先天性的心脏病，目前会用使用心导管的技术来取代传统开心脏的手术。唔定空嘴少，而且复原的时间紧，但也是要注意少数的并发症来发生，
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基隆老大公庙开龛门，也就是俗称开鬼门的那一刹那，全场记录的摄影机和照相机拍个不停。今年国历8月4号，农历7月初1，老大公庙举行开龛门祭拜仪式。基隆中元祭迈入第170年，由张廖简信中青会轮值主谱，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以及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陪祭。在祭祀仪式后，老大公庙主委奉上看门钥匙，由主谱的张廖简信中青会主委，也是前市长张通龙写下开看门的时辰和姓名，紧接着就进行重要开看门仪式，迎接老大公好兄弟到阳间接受供奉，也宣告长达1个月的基隆中元祭活动正式展开。老大公好兄弟，他们甲你主要，你要出来好勇敢，甲你的供奉，希望这段时间你出来这个勇敢，爱保护所有勇敢参与咱这个2024年的中元节活动活动的各级的主管，所有的好友，大家都可以平安顺遂，快快乐乐。我甲你讲。假使讲，恁老大公好兄弟出来嘛有小可，甲阮记忆着，我就甲你传转来，甲你摆起来。希望呢，会伫互咱今年度的中元节典活动，任何的活动拢顺顺时时、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因为你们，所以才可以让基隆在台湾变成这么有名。今天看到昨天的开灯夜到今天的开龛门，都可以看到每一个参与者的慎重跟尊重。我觉得对一件事情的虔诚是最重要的。刚才我在事前，陈台他们就有告诉我说，1年有12个月，11个月好兄弟都在下面，这个月因为大家的盛情邀却，他们可以出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功德，可以看到他们开心，我们每个人都开心，也因为这样的心，可以让基隆有更好的传承，让整个社会更和谐。再一次谢谢所有参与这次活动的每一个辛勤的工作者，包括我们媒体朋友，谢谢大家，基隆有你们真好，谢谢。基隆是一座海洋城市，400年来许多国家造访，不同族群移民，这里的人们来到台湾的第一站就是我们基隆。基隆的先人们面对外国发起的战争和族群矛盾起的械斗，在这块土地上有着未知的命运还有苦难，这是我们过去的历史。这些逝去的先人就是老大公。我们怀着敬意还有感恩，希望借由100年传承的科仪祭典与过去的历史和解。农历7月，我们好好款待过去逝去的先人，也感谢这是中原主谱的张廖简中青会。张廖简中青会甲普仔江虾姐安尼好。基隆中元祭也是国家重要的民俗祭典活动，重头戏放水灯游行活动将在国历8月17号晚上7点举行，当天晚上11点在8斗子望海巷释放水灯头。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这就是好的普洱茶，整块的。那这些都不能的吗？都不可以的，要泡到水了，大亿的要一个都几万块啊！一场大淹水直接让店里损失惨重。高雄三民区本河里在凯米台风的摧残下，淹到了将近1个人高，店家的茶叶全部被台风拿来擅自泡茶，家里刚装修完的装潢也全部泡烂，损失的金额难以估计。我到这边10几年了，不知道会这样啊！第一次啊碰到才知道说，这个水来的真的很快。一下子我们车子开回来就到了脚踝，然后全部都泡汤了，差不多2000多斤的茶叶都不行。周边的大楼也都堆满了泡烂的杂物和泡水车，垃圾堆得像个小山一样。不止茶叶店，一旁的宠物店也被强制重新装潢。先把装潢拆掉，必须现在就是要重新再整理装潢这样，大概30-40有吧，我们算小了，但是对我们来说还是蛮多的。
转过头来，这一家人正在拖走心爱的爱车，因为泡水严重，可能也不打算修了，而且连家里的钢琴也都遭殃，好几十万的乐器也只能委托人处理掉，损失相当的惨重。应该是不会的啦，因为刚有那个车厂的来说，就是维修费如果进原厂的话，就是要把东西全部换到新嘛，那个价钱几乎都可以买一台新车了。可能之后大学毕业就不会住这边了，移民到外地。这次凯米带来的雨量让淹水来得又快又急，连紧急救援财产的时间也是相当的短。来到地下停车场，虽然已经把水抽干，但是留下的污泥也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来清理。我这边的状况是因为我自己有做闸门，那我的闸门有挡住。那这一次因为水压太高，把那个车道的闸门溃堤，那直接从地下室这边喷上来。大概快到胸口这边，当下我水冲上来之后，我只能往楼上跑，那也是等到中午过后水退了，那才下来开始整理。这次高雄本河里也是重灾区之一，虽然这次雨势过大也是一大因素，但是面对未来的极端气候，居民也希望可以好好评估之后的水利规划。你不能说没有啊，一定有啊！连我们对面的大楼，我们还是很感恩他们帮我们接了很多水，要不然绝对更高。最大原因我们只能说我们就是地势比较低啊，这个我们没办法啊。管线处理我是觉得是最必要的啦，因为那个水要抽出去，不能只是靠那个滞洪池装满，你要装满就满了啊，你一定要让它抽出去才能继续装啊。台风过后，李明忙着重建家园，脸上虽然还有带着笑容，但是却散发着满满的苦涩。以后该如何防范极端的豪大雨，可能是高雄未来重要的课题。记者川军高雄报道。